銀齡守護卡 App 下載。一、可通過 Google Play Store 或 Apple App Store 搜索銀齡守護卡下載。二、掃描包裝盒上的二維碼亦可下載。註冊帳號。第一次用守護卡 App 需先註冊帳號，點擊去註冊，輸入手機號碼，然後點擊獲取驗證碼。溫馨提示：如果收唔到驗證碼，可以查看一下係唔係被手機當垃圾短訊過濾咗。收到驗證碼後，輸入驗證碼，然後再設定密碼同埋輸入你的名稱，即可註冊成功。咁樣就可以通過手機號碼同埋密碼進行登錄。添加設備，點擊添加，掃描守護卡背後的二維碼，即可完成綁定守護卡。係定位界面，可以查看用戶嘅位置信息，以及設備嘅在線情況同電量情況。係足跡界面，可以查看用戶2週內嘅歷史出行路線。消息提醒，係消息界面，可查看設備上報嘅告警資訊，例如求助、低電、關機等。係更多界面，點擊電子圍欄，再點擊添加共同守護區域，即可進入電子圍欄設置界面。可按需求喺地圖上揾要設定嘅圍欄中心，比如我要設定屯門醫院為圍欄中心。喺下邊呢度可以設置電子圍欄嘅大細，確定電子圍欄嘅位置同大細後，再輸入呢個電子圍欄嘅名，再點保存就搞掂啦。如果需要設置多個安全圍欄，可再點擊添加共同守護區域進行設置。快速撥號設置，點擊快速撥號進入後，點擊添加白名單，就可錄入白名單號碼。錄完白名單號碼後，點擊 SOS 設置，可從白名單導入3個 SOS 號碼。第一個 SOS 號碼已默認設置平台熱線號碼，導入號碼後點擊保存即可。點擊快速撥號，呢度按順序對應嘅就係守護卡1、2、3號鍵嘅親情號碼，呢3個號碼同樣可以係白名單導入。邀請其他照顧者，如果一台守護卡有多個照顧者需要查看呢台設備嘅位置情況，首先其他照顧者需要先註冊帳號，然後仲需要第一個綁定設備嘅人進行邀請。點擊邀請其他照顧者，再次點擊邀請其他照顧者，輸入名稱及帳號信息，確認後提示成功即可完成邀請。最後，其他照顧者還需要通過錄入 LMEI 或掃描機背二維碼綁定設備。守護卡解綁，點擊守護卡解綁，確認後，守護卡會與帳號解除綁定。